观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我係阿明姑劉浩明，把我書刊復起來。佢哋最有名嘅國際服裝嘅設計師，上帝曾經講過一句話講：上愛騙人睇唔到，如果一天做成騙人無缺用嘅衫褲。其實我哋更加時下最流行一段嘅快時尚、如夾時尚，亦會用一種最夾、最方便嘅方法來披衫褲。但是安尼衫褲呢，常常會同騙人就會共用。但是量身定做都無共樣嘅，因為保證唔係衫褲同騙人就會無共樣。我哋今日要請到來賓係專門做手工定制服嘅人員，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嘅來賓劉元竹劉先生嚟到嚟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呢劉秋琴，本也我呢劉元竹，喺咧屏東縣竹田鄉喺中南村，以大部分做客家嘅衫褲為主。也有請到客家嘅商品，有閒大家可以來竹田留下工作室看啊。我想問一下元竹先生當初做乜嘢想到要做衫褲呢？當初我是講做設計家下是想我，也唔係講要做一行啦，是講要同老公打扮正正，新人嚟打扮正正，把新人係要結婚。一添婚，執到阿妹設計嘅衫褲，我真歡喜。因緣之下，我去到屏東縣，加到客家事務局成立1周年，我哋上班。加我也到個局長，我哋吳東發，佢向我講，為佢也到設計嘅制服，每星期5一定要做客家衫褲。加我也冇意思講要設計呀。因為我本身是台北家來呀，我就跟排斥局長同我講，我講我無法度設計客家衫褲，我唔啲元素啲來，我講我係設計出來，本人嘛係局長唔係我，我一直就推辭，加局長就講，你學歐美設計，你唔會看到講客家衫褲用就是安尼羅羅波波啊，伊講可不可以嘗試一下講同客家衫褲融入歐美設計？我講剛才唔掂呀，客家元素點啦？局長也真有心，佢就去加一本6對客家服飾的探討與研究，幫我研究。我就答應佢講好，半年幫我研究。半年研究後，我講好，局長我攞設計。嗰陣你談學來意思講，劉先生這個本地唔係客人嚟嗬？唔係，我係台北人家來屏東係咪？係啊，我台北咧板橋家到也來，我講其實我也真十分的幸運啦，因為我家來也家下到我家娘啲做，人講洗雜貨店嘅賣東西，佢唔幫我去煮菜，因為好多人同客家人識得。無共樣，佢就喺我裝店，佢就去廚房。因此講，佢一中南村從我行人來買東西㗎，我睇唔識啦。面下佢就講，佢係咪家樣出來？裝備，我講好。出來佢講，他講就講，哎呦，也心跳啊，安講哦，唔講用唔曉講法，字用嘅。我講嚇，因為我家樣係。家東沙工工人，睇嘅時候咯，我同我老公，就講關於提講好咯，安尼來嘅。當時面下啥，他都講客家呀，所以講無論客家人事物，每一項都插嘅。嗰個等於你講，其實你當初嫁過來時，你本來會做衫啦，但是唔啲係客化嘅衫。媽唔曉做衫，嗰種來也偏開始學嘅，嗰種唔單止學衫褲，要學客化，最尾開始學用嚟去設計有客家文化衫褲。咁你當初想做客家文化衫褲嘅話，有乜揀用咯？有乜反對冇？唔會，佢鼓勵我去，因為我頭家嚟講因為茶也唔曉，佢乜嘅都唔曉，一來語言不通，你講環境上比較有點不能適應。剛才有我老公講，家多咗你台北係好冇？因為講
伊个老人家丢卡，有伊个阿哥，跟伊个阿哥无土，有60、70岁，就讲甲唔无，就我讲好，甲我家娘就鼓励我讲，甲唔家人也无物解可能有想要学物解无，伊去学就放手，帮我去，所以讲师傅的幸运啦，因讲一般。他跟印象中讲，客家人的家娘很威严呐我恶是啦，就讲一定要煮三餐那样但是我家娘唔是爱煮三餐伊讲是家去重点就好他唔是佢讲，所以明下我将我去学服装设计，我去高雄学嘅服装设计家，跟我那个先生问我讲为了后要服装设计的嘛，我第一个理念就是讲同我老公也得打扮讲，每一摆都做美设计的衫服，家的衫服会很光荣但是我要跟老师问我讲，唔晓当模，我讲我冇学当衫服，我感觉当衫服真辛苦我讲我只要学设计就好，我要跟老师讲，干唔系冇学当衫服，我不收你这个学生。你回去，我不收你这个学生，我跟讲为什么？我讲因为我没有看过彩虹车，也冇看过样的人，我也唔晓得，所以讲刚来那个老师就请耐心，每日就画直线，我好慢慢的打，明天他才收我这个学生。我今日也感谢佢讲训练来讲有一技之长。会当衫服，伊顿打好基础功系因为你刚刚讲设计师唔会即家去做衫服嘛，其实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即个唔是讲都来查一查，那你可能会设计定根本做唔出来衫服系我也得嗰只老师就帮我一个观念，要设计一定要做一些东西，迄设计晓得唔晓当衫服，佢唔係定人家设计，因为伊讲别人係用人设计讲也咁人设计。我哑口无言，你设计他怕帮你用，而且你会讲盗用他的设计，因为他跟你讲，你设计你这个人不晓做，有可能的事情嘛，佢就讲，我用明明我设计，冇我晓当唔晓当我等讲一老师讲的真有理，我就答应老师讲刚来学当衫服。一老师叫那廖马伦也真有心，每日就讲先当出线，佢每日都挖清楚出线本来，慢慢的学当，慢慢学当，跟慢慢有小幅度用转弯，用，所以讲我也係真感謝。其實係用人迷信茶方法咩？家族已經有民國88年間已經有嘅彩虹茶天通嗰時候可能有安尼基本功以後，再加上你自己開始學設計以後，就變成你要服裝的嗰種形式都幾多年啦。咁咱呢，頭可能講我哋體育呢，跟我哋呢初中武初中很要求做一件事情，可能一本書以後，發現你某個客家元素你對佢點樣發現客家嘅元素同好多人嘅元素那有冇同樣因為客家元素鏡頭前就要對客家傳統人生講起咁因為我講有曲狀加加一本書本來送來啦咁我就講去上人研究我講做乜嘅一次就他敢經講客家衫服嘅圖騰就有包括太陽常青樹就是松柏樹個蝴蝶蝴蝶是代表福氣常青樹就跟一般的客家人個松樹長壽的象徵。太陽，他敢就講客家人的硬頸精神，可以像太陽一樣的熱烈熱忱永遠都不會被打敗，就是講硬頸的精神有安尼。可是你睇嗰本書裏邊，你看到有幾個元素啦，太陽啦，常青樹啦，其實都睇返我哋嘅松樹啦。可是你哋以前嘅衫服裏邊嘅圖騰裏邊，都幫我哋其實生活裏邊，可能我哋一個民族代表嘅精神啦，我都講我哋希望做嘅人係樣嘅，譬如講心幸福、
丛书吼，我就把伊收上去。哎哦，太阳水sản夫如果看到安尼情势，但是我哋提供一摆其實有比到我哋咧台灣嘅手機，世界sản夫如同我哋現場看到一樣啊。那一片上面有看到我哋咧客家嘅元素。哦，你有冇同我哋先介紹幾樣？我同講，係葉良嘅吼，本身是葉良嘅sản夫，佢是最先出嚟客家嘅布料。哦，係新嘅客家法布啦，吼，唔係傳統嘅嗰種嘅。唔係，你看它這也有蝴蝶。哦。啊，最代表人客家嘅sản夫嘅吼圖案做牡丹。代表人客家人雖然講個勤儉，吼，但是也是希望講人客家人永遠就是富富貴貴的。哦，牡丹就代表富貴象徵。我幾乎每一樣sản夫會幫我設計蝴蝶結，哦，雙層，哦，然後有稍微拖尾的蝴蝶，就是說不管每一人行到哪，這個福氣就永久停等下年，哦，所以也是在講，台灣手機也真幸運，哦，佢一擺唔點用我用到客家國服，啊佢也都也啲網絡傳動啊，哦。啊，也很榮幸，我跟他們已有同年啦，吼，也總決賽第一名也有，第四名也有，所以講吼，我就感覺講，很幸運，十分的幸運。不是等於講要擺台灣手機嘅國服比賽，有兩用嘅客家元素嘅sản夫出來。對，觀眾朋友，究竟我哋客家元素可以俾我哋我哋台灣嘅國服地位？休息一下哦，下個節目我哋同你講，怎樣把我哋嘅客家元素俾我哋嘅sản夫地位。歡迎過來福喜來嘅，上到節目我哋來賓袁忠先生，同我哋講伊很樣嘅伊學做sản夫嘅。袁忠先生嘅第一擺sản夫地位吼，聽我哋咧國台灣手機嘅國服地位有兩樣係用到嘢sản夫，好，都同我哋介紹講，你係用一塊布料去做嘅，但除咗一塊布料以外，佢一樣sản夫地位有乜嘅特別嘅設計冇？一樣sản夫特別嘅設計就係我哋後背啊做一個雙層嘅蝴蝶結。一層係用人講嘅蕾絲透明的那個網狀的個蕾絲布，一個就是這個本地的客家花布，到做再有一個拖尾的那個蝴蝶裙。因為我設計家，因為今年的流行趨勢就會前短後長，但是一般前短後長看起來就是一個太普通嘅。因為當初要求家也義傑佢就同我講，今年他想設計他有他的想法，因為我也會尊重他的想法但是佢講我會接受他的要求，但是我會又提供建議講馬友同設計我們兩個也溝通了蠻久裡面我就提供前短也不能太短因為到最後，因為你這是國服比賽、選美比賽，你沒有看人腳最主要要看你的客家sản夫的元素在哪裡所以講來講，你太短跟後面比例不調配的時候，唔會時尚就同樣講客家sản夫唔係攞波波做安尼邋邋遢遢裡面我就講好，我後擺屯色也像形容上大擺尾，所以講今年那個台灣小姐也有14個人，好像只有她這件有擺尾其他敢若比較少也就有沿用到講客家sản夫嗰時講除了形容sản夫怎會做安尼大擺尾。又剛好襯托幾個蝴蝶結，又在擺尾，就是說，他不管走到哪裡，去到哪要福氣就永遠跟着他藤登記你去到哪就可以得到大家的祝福，也福氣藤登記
所以你需要講到講我哋咧前段後長吼，我哋以前其實做我哋咧呼應我哋做緊我哋太健衫嘅時節，吼，其實要做些時節，你嘛我把前面啲聊好來，可是其實可以講落嘛係前段後長嘅一種形式，可是其實其他嘅前段後長嘅形式，都同我哋以前嘅太健衫嘅嗰種形式嘛幾像，但是線上啲設計嘅幾長嘅面，都幾像啲公主樣嘅啦，可是我遇到問題上，我問線上你講，像我哋傳統啲白我哋人。傳統嘅元素，從加新嘅設計嘅時節，有啲嘢如果對唔好來，像你當初設計嘅2-3時有安尼嘅問題冇？當初有安尼問題，我們有想到講太健衫是講其實佢頭前段是不咪平常，只是講佢同佢帶嘅檔啊，入行嘅大家去，也是直接講斷咧，但是一斷咧唔係參那個太健衫嚟入行嘅嚟。設計啊，齊齊的啊，它是有一個圓的幅度，圓的幅度延伸到後面，延伸到後面，那就是真正一個輕時尚的這樣的一個禮服其實我們一直經常講設計講，有時候他們我們都講，我上每擺不管服裝秀啊睇那個，就是工作室擺一大堆。冇法度講買出去本人當居家，你講要當居家也可以，用那個剪掉又太可惜，有他又變那個面檔係吊肩帶嘛，講也平常時你也冇可能做安尼因為這就是屬於你講燕飛衫服禮服式的所以講剛我們挺羨慕講有幾個設計師都可以設計一些咯。服裝秀完了也好，也買個好，就可以出去賣了。我的就是不行。因為我哋常常會看到嗰度設計嘅服裝設計嘅朋友都講，其實用嗰種單色布其實嗰好設計，因為伊都剪裁，注重剪裁都好嘅。像咱嘅髮布其實幾難用，因為伊剪嘅時間要對邊要對也要設身。可是當初我也按太淡用一啲按太快髮布。去做人家嘅貴嘅設計嘅一個想法嘛。其實佢做佢一同人討論講，我們有同呀設計講我講用點綴式嘅佢講唔過點綴式嘅我講，除非講每擺做點綴式好像咁嘛。其實我之前我也有設計完全用客家髮布，佢兩家下做都好一堆新人。佢講真是一堆人，佢講老師，我用客家髮布同人冇共用來做一個形容衫，我去聖保羅教堂嘅度蜜月。其他人我講，我都問佢們講，你確定嗎？佢講確定。我說很多人，我要坦白地講，很多人先排斥講，客家話唔係講華麗乒乓嘛？華麗乒乓啦。你我講你確定嗬？佢講佢就喺啲網絡看到講，家我會設計嘅量形容上，人哋講，一啲客家話布爽夠啦，冇可能做出時尚嘅東西。我講絕對可以，任何事情就會突破難關。佢講你要是能夠設計出，比如我講嘅示範，我說好。我就爭了一口氣，到最後嗰2-3戶就本人定名講客家香奈所以講客家香奈就會按你來嘅。嗰時等於都講，嗰時間都已經有用髮布去做禮服嘅一啲經驗嘅啦。嗰時都變成講，亞白都真係可以把一太塊嘅髮布變成1-2-3都用得到按好。係啊，其實當初我們請講青皮膚呀意見，因為佢有法度講接觸講客家髮布按法嘅，然後做他這次選美台灣小姐選美的禮服，所以我也真的是講請感謝佢講，可以同人呢客家髮布帶出時尚，
也是蛮欣慰，讲终于有讲年轻人要接触安尼客家话部落做的东西。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设计也是蛮会讲啦。刚听你讲咯，要不然没讲话有另外两个我们的国服哈。错。跟也是设计的理念很用咯。跟梁山夫做迄主要顶也隔壁个梁。也两贵款身材装了。其实个梁有关系。镜头前一早台湾小姐来请来干哈？刚才我咧跟讲，叶梁山夫提设计应用的撑得起来，因为佢十分的臭，我哋讲好，我就答应佢。其实讲杜峰工作室有叶梁山夫。叶梁山夫做刚自由时报的采访，屏东新闻的采访。其实叶梁山夫，我做的我每一天份刚哈，我去设计的，有点复古风，后面是您讲镂空油桐花就是代表欢欢喜喜就是说，你要订婚了，每天都可以欢欢喜喜的过日的我就是剪油桐花粘贴上去，粘贴上去的时候就粘一周，这样一周一圈代表说它到处周围都每天都是可以这样欢欢喜，又再贴烫钻，就是这样子来的。叶梁山夫看好了，如果像讲能改良是那种凤仙装，如果讲手个短了但是你都把上面的客家元素用这种点缀的方法，但是你要讲凤色一种山夫，其实对客家人来讲嘛，是一种会喜气、会幸福的一种色神。可是其实按你改风了，其实嘛改像我的客家山夫。有因为佢尤其我给两设计係鱼尾裙就是说，每夜加回南方嘅片每天就是您讲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又再加一个鱼尾裙，年年有余，这是我自己的构想啦而且它那个其实这件衣服的个梁反风一来就是人家说很立体的凤仙领。如果说把它完全折平贴下去，就很大的那个大披领，所以领子不是说只限定我今天这样子就是这样，它也是稍微因场合我可以把这领子要怎样弄一个造型都可以。可是如果变成一梁山夫有无穷样的一种用法，睇无穷样从下的时间可以做出无穷样的一种用法的一个设计。中医开始讲，学山夫的时间啦，係希望講，希望把這個聲音的啦，勞工啦，變成設計的，佢講山夫變成做。但是後來變成一個台灣手機的國服嘅設計人時，有想到我行到咁樣冇？當初我會去講，我也冇想到講，我今日會為台灣手機做設計到客家國服的事情以前我就講平常興趣就做也客家山夫。米下客家委員會也有差不多2年要辦一次嘅客家山夫嘅創意秀每年嘅設計都同樣無同樣我安尼又會講到另外一個老師，就是明湖裝設計師林國基老師當初我要參加客委會嘅客家服飾嘅創意走秀那時候佢也都開發嘅油桐花布料，一拿來一個顏色10碼布要設計，剛才就很懷疑。我說因為客家的布料大部分是棉鋪，沒有講過特色的布料，要設計時尚。那時候我也都有唔要講名設計師名設計師，你棉布隨便設計，人家說會很時尚。尤其我們是默默無名的設計師，人家你設計的再時尚，人家不覺得時尚。裡面他講有安的問題產生，就很林國基來指導。剛來就好像火車回來了，那家最強的就係自強號嘛，一張嘅去差不多700多，一去幾乎。安尼一張嘅啲我看冇幾多日，就去林國基請老師，客委會請林國基老師的指導，
我就去学英语嘛，回板桥平妈妈2-3月又回来，我记就又去台北做案呢。到这也是不放他个那次服装秀也亲成功。我要去接触迄啲台北咧国家剧院创意服装秀，这是第一个。可是睇下一摆比赛地摆，无如展览地摆，你得到几多嘅经验嘛吼。观众朋友，你有冇感觉到讲，其实线上那我做嗰种设计嘅衫褲面咯，没有。下一段节目有同讲，用我把客家元素，比如我睇下能日常嘅衫褲地摆，休息一下哦。翻过来，放起来。所以到节目我哋来宾袁祖先生同我哋讲，用我把客家元素，比如我睇有手工嘅天子福地摆。但是我从先生讲，我哋用我把我哋客家元素，比如我睇我哋日常嘅生活地摆啊。我讲我做当初设计讲，我真希望讲好省嘅呀，可以做客家运动衫，所以讲我就讲休闲系列啦，当初任何嘅场所，我每摆喺讲到讲我设计休闲系列，先生第一个给我一句话，就讲你去乖乖设计人家嘅礼服铺咧，你的休闲系列都不成气候，我就很头痛啊！讲一般后生诶，他们很喜欢穿休闲系列衫裤，但是做嘛该做无法度讲去接受客家休闲系列，可能我怎么开创客家 polo 衫，我咪讲第一排的 polo 衫就用客家棉布整体设计当上去但是机会会 Q 量的会稀太无看我有张过同台南方之上头个参详讲，有一参的轻流行的高科技升华热转印我就讲用螺纹领，一般的 polo 衫就是螺纹领嘛，螺纹领我说你们能不能技术突破去升华热转印？试验前后试验了半年，连个头家就同我讲，他很佩服我。我讲，又讲老师这样教我说我不要，因为我讲我失败又再试，再失败。我讲有就是人说经不起。爬不起来，我就讲，我就要一次给他成功我每本人讲，人家客家东西就一再的实验所以米哈他也不负众望做客家 polo 衫用螺纹领安尼升华热转印又风一来做嘛苍凉的迄人家客家牡丹花人家俺又做嘛要常用粉色的，其他颜色冇去用，因为粉色百搭洗来洗去就可以做的因为佢最代表的人讲阿嬷的花布因为一做出客家的东西做嘛三枪唔像人来顶一片灯那样的只用一个比较时尚用一个摸字型的设计拖叶就是素素的，只有门襟领子这是一体成型另外一个一两衫裤就是用客家最传统的技术蓝染他个人都讲哎呦唔参为什么设计有无法度为谁来设计呢我讲好包括西装裤我咪会做像我老公做的西装裤要来做的洗来的床铺大部分嘅台也没有滚边我就提用客家花布来做嘅滚边後背嘅台也嘅滾邊要用客家花布來做滾邊衫褲就像亞涼用藍也是客家傳統元素我就是比較大膽的用水粉色的花布設計是不一樣都不一樣也唔會講侵犯他敢有法度接受也有達到說
无威胁来设计。可是旁人来讲吼，等于如果唔免讲把我哋咧客家元素，不用听我哋三府地步，迄个几简单。如果我哋剪一块布啦，不用我量啊行啦，无剪一块布，不用我哋前机，无不用我哋咧手嘅上面。其中提包还包含到其实技术的改变、提升那个部分哈。因为你头都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其实给我哋那个手给量的呀，要用这种螺纹的东西，其实你用热转印其实冇咁简单，因为就是绑好变。好，可是等于如果味道要把我哋的法文用喺上面，而家技术上面嘛，要做冇同样的一种提升。其实我同台南方之上。详谈家哈，伊讲真的，我要进提过你讲，你技术在提升，试试看啦，试试看啦，吼。我在就讲同客家的品牌可以大响亮，所以讲市面上我也两polo衫，几乎没，但是也还有会牵扯到布料问题，有人讲，做嘛个客家polo衫一两可以卖到600-700了，本人跌破眼镜，佢讲polo衫也还没有100，没有几多的，做嘛客家polo衫可以卖按贵，佢讲嗰冇通啊，厂量嘅同人冇同样，我讲，他敢就讲吸湿排汗，我讲polo衫吸湿排汗。大部分呢，吸湿排汗布料就是聚酯纤维，聚酯纤维多褪色，太多，所以人讲奶酪会色因来讲，也含有凉感纱、除臭纱，所以讲偏讲polo衫做出，我这可以除臭，流风干没有出汗手咪呀，是除臭，这点赢在人家，又有抗紫外线，而且其他就讲，张我讲敢无人家就去弄杯情况啦。有亚块客家发布料用升华热转印技术去突破，绝对没有。我讲人家的一两三户，永久是那么新，永久那么突破，同人冇重要。唔单止係設計問題啦，技能上面嘛做一啲考量到講，做衫褲嘅人後，尤其係polo衫，其實做久真係會有嗰種出汗手咪。其實當初人家同人買家，我哋講，人家都唔是買太多量，佢係講老師要按奇怪呢，人大部分講買越大量越好，按怎麼講唔是買按大量，我講唔一定話老闆我講polo衫老闆家私沒有幾啊錢元呢，沒有幾啊半元，甚至我講沒有講態度真叫150倍都有我講唔一定先買一兩組去做看啦因為我講大品牌青島嘛我講客家商戶真的講外地休閒系列要突破真的真困難我冇講前退後要升華熱轉印技術半年之久一再的升華熱轉印，因為螺紋布會伸縮它要是把它展開來升華熱轉印，那個花朵又變小，就好像你講有點遮曬冇真手你要是說都把它縮起來按升華熱綁下去這個花紋又接不到，又接不到又講用按奇怪的一兩三冇可能用就講量的用就是除非講用粘膠把它粘起來就會這樣子跟頭家講好就是這樣前後4年半年他記錄同我講差唔多老師可以嘛我就有90%以上我就是講這樣開始做下可是等於講喺技術上面都已經突破嘅嘛可是種人今日我哋現場地方話要當模嘅其實佢當模嘅感覺到佢有興趣因為講佢當模嘅其實都感覺到佢年強嘅新嘅一種模嘅當初喺我講我把發布標嗰條模上面一款模嘅他個人嘅反應好其實我也模嘅反應清我第一批我記得講我開發講只是說一種運動帽剛下我就問到講他跟就講台灣也講運動帽有人講旁邊都是碗狀唱中間印的花那我就感覺講那青衫人的客家花布牡丹又代表富貴青菜人的富貴本人佔一半我說不要
我就不要，我就是说干脆，就整顶。规档呢，他刚有讲，因为颜色的不同，每一档都可以讲自己的特色，因为客家花布，我讲我客家花布清好用用，各土彩间的无共样，所以永远都是你自己的单一性个的米行人都同我讲，哎呦老师，你那个运动帽好戴没有错可是太阳大一点的时候，没办法晒入来嘛。伊讲帽檐可不可以加长？我说可以就顶多像高尔夫球帽一样长鸭舌帽嘛。米行的是讲我给第一批的你也有买过嘛？那个短帽檐的已经没有了小孩子的我也有买过一批但是小孩子卖一批尺寸太多米行生意人来做结束去了。因为像我其实买个当帽的怎么我看上个当帽，就主要是因为讲，其实其实我感觉到讲，伊当帽的地方佢细拉的啦细拉其实发条无按动，但是我去带出一当感觉到讲有客家面的帽的，我都体会看到因为细拉的帽的我们可以装饰的部分都前面这块，但是前面这块用一个客家布以后，我都感觉到有披上五色帽都红色这种线，其实很用贵人强，但是又感觉到有一种传统的风味的这种帽子嘅。嗰種我見到帶出去嘅時，其實我嗰度外國嘅朋友，伊都感覺到伊都嚟台灣因為從我哋嗰種人講棒球帽啦，冇講嘻哈帽，我哋大部分上面伊那種外國人嘅圖形，但是用一塊布嘅地方，伊哋都感覺到講，這種東西我哋冇。也都很能台灣，哪有安尼嘅東西？都變成伊啲帽嘅地方，都可以帶出去以後，等於代表我哋這個台灣這個故鄉嘅事情。實在冇簡單一啲客家新橋一開始本來要把做衫褲用這個聲音嘅這個 logo 變得過講，但是冇想到喎，伊把客家文化嘛搞暗講。今日我哋感謝我哋原作先生嚟到現場，同我哋分享安度蘇公天子福嘅故事。感謝主持人也希望講客家的表演同文創品太多國際化希望也大家喜歡客家文化所有的東西感謝觀眾朋友有閒來做田了。觀眾朋友休息一下等下聽下大家欣賞來運動運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黃振祥，來自於屏東嘅從志祥次次到陽城社會，也係鄭先生，也係蔡先生。今日要同觀眾朋友做示範呢，係我哋嘅九盞環蛋。九盞環蛋呢係新種方法，今日觀眾朋友我哋呢講呢起到以剪頭同髮。剪頭方法過後呢，我哋所做嘅地方呢，都講我嘅腳更加我重心喺右邊，喺右腳嘅時間我更加重量喺右腳。注意講我嘅左腳係虛嘅，我嘅左腳虛嘅，我哋呢腳係拿起來，一隻腳係聳嘅。做嘅時間呢，後我哋講我要協下跳啦下時間呢，我樣嚟調去，主要講我哋一隻衣先縮起來。對我哋嘅思維面縮起來，也係正面嚟講我都是要叫起來嘛，再變下去，都是正向嚟變下去一變下去嘅時間，我樣嚟去做。有人講，剛我看唔到我都是嘅前後腳，我可以講我做一個正面嘅腳本嚟看正面嘅腳，譬如講，我注意講我都是要按嚟向起來嘛，再按嚟下去。再嚟變向起來，再嚟做下去，也係我哋嚟腳。剛我見講，我做安嚟，我腳嘅腳龜面，我都穩腳。穩腳嘅時間，我注意我哋唔可以企一按過，企一按過，我哋一企啦嘅只伊冇一個彈性嘅轉。所以講我隻腳係聳嘅，一隻腳聳嘅時間，我變下去嘅時間，我注意講我一都是思維面要翹向起來嘛。
又再飙下去，也系种吼，也飙去，再飙下去，我哋叫好伊来，再飙上来，也系单脚。俺用单脚左右用来转的时间呢，我哋你也系做一个，我哋摇的动作讲啊，俺用来同俺起头脚晃动俺摇的时间，我更加重要的脚。起喺伫左右边的时间，我左边系起嘅；起的时间，我等左右的时间，我等转；左右的时间一转，左右的时间转呢，哈，转的时间，唔讲加俺要吸气，我转的时间，我更加自然透气，透气喺本来嘅量嘅下下，比打先打松咧，打松嚟过后呢，打下我一个动作都讲定，用嚟去定的时间，这样我就讲重新定下嘅左脚。俺个右脚先表上咧，俺个同样个左右按嚟定，先定个协下也就伊高贵，也就伊比先定上咧。佮俺所做讲个动作来讲，我佮俺一扎数表个，我重新伫右脚，我一扎数表个伫右个摇，右数个摇吼，我左数表个也就伊。我等做练习动作时，我佮俺一样吸气呢，我只脚系起个，起个时间，我个重量伫右脚。观众朋友，唔要注意讲，我更加我右脚系右脚，右腳要跳起，我右腳我係逆時鐘跳起，逆時鐘跳起，我嚟吸放起來，吸放來呢，我跳出來的時間，我係飆下去，飆下去我係肚絲撞下去，啊我定的時間我係逆時鐘吸放起來，吸放來的時間我係飆下去，啊古再唔跳起的時間，我係吸氣的時間。同跳出來的時間，要注意呢，我注意我吸氣的時間，我吸氣的時間，如果觀眾話吸的時間會變哪呢？嚇，我等你胸前放放起來，人哋吸，變嚟講啊，我喺胸前放喺度呀，安尼講唔冇理想，語言講冇理想，我哋吸放嚟，我放放起來，變講我起頭會變嚟安尼，安尼呢，喺一般我等胸前會窄窄，會冇爽快，冇爽快會幫我造成講我等呢。嘅吸氣、吞、跳氣，會磨順。啊，今日呢，我碗片做到係逆時鐘。今日我呢，我重量嘅時重心伫左腳，我右腳係起嘅，我左手呢標喺伫左邊嘅腰嘅項，我右手標喺我嘅肚臍項。啊，我重量呢伫左腳，啊，我右腳係起嘅。啊，起嘅時節，我跳起要跳係順時鐘。順時鐘呢，我嚟吸氣，吸得到呢，吸得到我嘅腰嘅項，再轉我嘅肚臍嘅時節，飆下去係到我嘅腳底，所以吸放起來係順時鐘吸放起來。起頭跳出來嘅時間呢，係我哋呢，嚇，我哋一隻跳啦下飆上來，啊更加呢也係。做咧，啊我用咧，本我哋練習動作嘅做嘅時間，注意嘅地方我哋吸氣嘅時間，起頭冇吸得到安尼好嘅。如果你起頭一吸，我眼神放放起來嘅，安尼不本我哋咧七條臀起啦，講我哋咧胸前會壓放起來，也係講冇按理想吼。我本我哋造成我哋咧胸悶嘅地方，所以我今日練習動作嘅時間咧，我喺腳起喺右邊，啊我右手喺腰嘅項，左手喺個肚臍項。啊！我重新伫右腳嘅時間，我逆時鐘跳起。啊！我更加呢，重新呢，我嘅左腳，我嘅左腳嘅時間呢，啊！我起嘅時間伫左腳，啊！我右腳標上喺左手標喺伫左邊嘅腰嘅項，我右手標喺頂嘅丹田嘅肚臍項。啊！我等重新伫左腳嘅時間，我等喺順時鐘跳起。而家呢，以上呢係我哋做祈禱嘅動作，啊，我哋大家呢係初禱嘅動作，啊，希望觀眾準備一張凳呢，我哋大家做初禱嘅動作。我哋呢，今日所示範嘅呢係凳嘅動作，啊，觀眾朋友準備嘅凳呢要注意安全性嚇，因為唔會有連嘅，我哋坐起嘅呢，那唔會有，我哋呢有危險嘅地方，今日都示範我哋呢左轉反彈初禱嘅動作。初禱嘅呢，首先呢，我哋強調嚇，我哋呢腳要強調有順時鐘同逆時鐘。
底下呢，我哋做嘅時節呢，我哋呢等呢叫我做1/2，冇1/3。做時節我注意講，我也了都是尿嘅，我哋係對我哋也卡啦，我哋也協下，也就係卡啦，也就係腳嘅時，做時我哋也都是一樣行語嚟，也熟行語來時節再變下去，先做我哋呢炒骨，我哋呢師傅炒啲等呢行嘅時節，要按嚟捅嘛，要按嚟延伸，要按嚟捅嘛，按嚟捅喺當我哋呢，捅喺當我哋呢師傅面一樣。一扎數變喺我哋呢師傅面，一扎數變喺我哋都市行嘅。按唔啲前面按嚟熟嘅時節，人家師傅面要叫到前面去嘛，前面有尿行嘅啦嘛，都是要熟入去嘛。也係打鬆我哋呢面中骨，幫我哋呢面中骨順起來，我哋呢坐骨神經比較強壯啊，因為我哋坐得呢冇。就係我哋面熱都跌得呢，可按嚟做發通，我幫我哋呢兩隻腳，幫我哋呢腰嘅，腰嘅啲絲條呢無法度下到我哋呢腳項，所以都做我哋一個動作，有時間捏好佢嚟，先絲條掉出來，我哋都是狀態嘅變出去，變出去，我哋都是跳好佢嚟時間。我絲條跳出來，我呢都是狀態時，我吸氣行入來，也係做嘢嘅。過來我做左右一樣，幫我哋協調講我底下按嚟墊呢是一樣嚟墊。都講我一幫我一樣，我跳啦下我協下一隻，比如講算我哋呢師傅坐得呢，係兩個師傅頭坐喺啲嘅，唔係我哋呢面中骨都唔錯嘅嚇。喺坐嘅時節，利用我哋按嚟坐嘅時節，按嚟轉。我數變嘅嘢，我變嘅嘢時節，我去命去感受，我腰骨，我協下嘢，卡啦嘢就要轉嘛，要轉，咁我搖頭去咯，我轉左邊嘅時節，我到逆時鐘頭去，我轉右手邊嘅時節，我到順時鐘頭去，所以啲按嘅時節，按嚟轉都係幫我哋呢嘢嘅卡啦下嘢就要。我哋按嚟做嘅時節，要自己通嘛，也係個重要嘅一點嚇。而係幫我哋呢坐骨比較順咧，幫我哋呢神經可以更強壯一些，唔係坐久嘅師傅個痛嚇。也係一種訓練我哋呢嘅，也係訓練我哋嘅卡啦嘅仔。過來呢，我按嚟做嘅時節，我係用嚟講，兩隻腳用嚟順，用嚟行，過來。我哋主要呢係做嘅時節，我哋一隻手變喺肚臍項，一隻手變喺右手。而家我係對右腳，我對右腳我係逆時鐘按嚟行哦，逆時鐘按嚟向起來跳起。所以我逆時鐘我對右腳跳起嘅時節，我右手搭喺到我嘅腰嘅項，我左手搭喺到我嘅肚臍項。我對我右腳嘅重心喺右腳嘅偏跳起嘅時節，我吸氣，我係逆時鐘吸向起來。以上呢係右腳嘅逆時鐘跳起，過來呢我係左腳嘅順時鐘跳起，同樣左手喺腰嘅項，右手喺肚臍項，我係順時鐘跳起。以上呢都係我哋初道嘅動作，觀眾朋友呢，我哋初道嘅動作呢係俾觀眾朋友行通模仿片嚟做，利用我哋初道嘅嚟吸氣吞跳氣，幫我哋呢腰嘅循環過好一些，觀眾朋友好好嚟做，我哋下一次拿來了。